日防务准备工作再创新高，日本正在采取新措施防御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中国指责日本的防御性预算，并通过增加新一代武器的数量来加强其主宰海洋的努力。日本最近几天批准了2.250亿美元的5年防务预算，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收购一艘航空母舰。专家们认为，日本试图使日本海军中最大型的出云级双层直升机飞船现代化，这是防御中国而迈出的一步。维吾尔学者获得了土耳其科学研究奖。维吾尔学者布尔汉萨伊提获得了土耳其科学研究机构和土耳其科学院2018年杰出的年轻人奖。在安卡拉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获得了总统埃尔多安亲手颁发的奖项。波尔多尔大学介绍了东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理事会主席图姆托尔克先生应邀出席由位于波尔杜的美和美的阿基夫埃尔索伊尔大学突厥和伊斯兰文化社团组织的会议发表讲话。他介绍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和同化政策。好党的提案被拒绝，包括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内的许多人权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建立集中营，最少200万维吾尔人以及其他民族人员被关押。土耳其好党向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提案，要求调查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权侵犯和集中营政策。由于正义与发展党的反对和民族主义行动党的弃权，该提案遭到拒绝。沙特王储的自白。美国拉比和活动家施耐尔说，特朗普在与埃尔多安通电后，突然决定从叙利亚撤军，这将加速以色列海湾国家之间的谈判。他声称穆罕默德王储曾告诉他，没有以色列，我们就无法发展。据以色列时报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拉比和活动家施耐尔说，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将于1月访问巴林，并试图重建以色列海湾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